Hello，各位網友，大家好。今日將會講下羅艷卿美艷親王，雍容華貴。喺我未講之前，歡迎大家嚟到噏下講下嘅頻道，歡迎你哋點讚、留言、訂閱，多謝各位。我哋睇下羅艷卿，佢有個美譽啊，大家稱佢為美艷親王。我哋可以想象到羅艷卿嘅容貌幾咁靚。咁啊，如果要講羅艷卿咧，我就會諗起佢嘅粵劇啦，佢嘅古裝片啦、時裝片啦、武打片啦，哇！任何電影嘅類別都難唔到羅艷卿嘅喎，即係羅艷卿咧，簡直係50、60年代啊，哇！一位非常之著名嘅花旦女主角。今日咧就要講下羅艷卿。咁啊，羅艷卿咧就係1929年10月出生嘅，咁而家應該現年係96歲吓。咁我啲人咧都稱佢為卿姐啊，叫佢做。咁啊，原名叫羅大雄啊，係廣東順德人。話佢嗰個師傅啊係邊個啊？非常之著名嘅名伶薛覺先就係師傅啦。咁計一計咧，羅艷卿咧又應該係96歲噶啦。咁羅艷卿咧曾經係有一段嘅婚姻，不過離咗婚啦。羅艷卿係1953年嘅6月7日咧，就同著名嘅名伶粵劇名伶何非凡結婚。但係兩個人嘅婚姻只係維持咗短短嘅時間，喺1957年5月，佢哋就離異啦。咁要講羅艷卿啊，哇！就我哋諗起羅艷卿好多部嘅電影啊，都非常之精彩啊，同埋非常之著名，好睇嘅。咁啊，羅艷卿啊，被大家稱為叫做美艷親王，咁啊有嘅一個咁好嘅美譽，非常之靚吓。咁啊，嘢早於喺40年代嗰陣時已經入行噶啦。佢拍過嘅電影啊多過300部啊！哇，真係佢拍好多部電影啊！咁咧喺紀錄之中咧，即係相信大家都公認佢即係拍咗好多部嘅電影吓。咁羅艷卿息影咗之後咧，佢咧就去咗美國係生活嘅。咁直至到早幾年咧，先至由美國回流香港生活。咁我哋睇睇羅艷卿啊。嗱，呢部電影咧就係羅艷卿同任劍輝拍嘅《天降福星》，係1963年。我發覺羅艷卿同任姐啊、任劍輝啊拍過好多部電影嘅喎，哇！佢哋好精彩啊啲電影。咁呢一部咧就係1957年《船公驗史》，即係我哋可以發覺羅艷卿係1950幾年尾至60幾年啊，哇！嗰陣時代啊，羅艷卿啊嘅電影啊真係佔咗粵語片啊好多部嘅。我哋睇呢一部，哇！《李仙傳》，我哋睇見任劍輝咁俊俏，羅艷卿咁美貌。話真係男女主角非常之演繹得栩栩如生下一張電影嘅角色。咁呢一部啊，我哋見到中間坐住嗰個咧就係鳳凰女啊，哇！嗰個眼神凌厲，通常咧鳳凰女嗰陣時做奸嘅，而我哋背後睇見咧就係嗰位就係着得好樸素嘅就係羅艷卿啦。咁呢部電影咧就叫做《雷電出孤兒》。係1960年啊，咁我哋見到跪喺地下度嘅嗰位小朋友啊，喺鳳凰女側邊嘅嗰位就係馮寶寶啦。話馮寶寶同羅艷卿其實合作過好多部電影嘅，非常之出色啊！我哋真係好中意睇馮寶寶啊、羅艷卿啊呢啲著名嘅，即係好識做戲嘅藝人明星。嗱，呢一部咧就係1965年啊，任劍輝同羅艷卿嘅電影啊《大紅袍》。
咁我哋見到咧有梁醒波喎，呢部咧就係1960年嘅烏龍王發達記。相信好多時我哋見到羅延卿都有呢一張相嘅，呢一張相咧就係歷盡滄桑一美人，喺1958年喎，哇啲色彩好靚吓，佢係同阿羅延卿同阿張瑛合拍嘅《歷盡滄桑一美人》。我哋睇下呢部，哇！羅延卿呢一部咧，應該係1963年嘅《風雨一平記》，淨係聽啲名啊，已經覺得係好文雅、好有意思嘅啲戲名都。呢一部咧就係同任劍輝合作嘅羅延卿吓，叫做《春滿皇帝家》。哇，好多時阿羅延卿都合拍飲姐，哇！真係兩個都係出色嘅藝人啊，演技精湛。咁如果咧嗱就睇得多阿羅延卿嘅粵語片嘅古裝時裝嗱睇下佢個武俠片，呢部武俠片係就係1967年嘅，佢阿羅延卿咧拍呢個《七劍13俠》嘅系列啊。好好睇，我哋睇見咧左手邊嘅石堅哇識噴火噶，而右手邊嘅羅延卿哇個掌風咧可以有發出呢個彩色嘅光，哇兩個咧鬥法嘅。咁係當年即係喺1967年嗰啲粵語片，雖然啲人講話7日先但係我都發覺有好多係好用心嘅、好傑出嘅作品嚟嘅。我哋睇下呢啲作品係喺1967年喎。真係佢哋已經有咁精湛嘅演技同埋科技吓。咁如果要講羅延卿我一定要講呢部電影。呢部電影因為嗰啲人物主角咧都係非常之令人喜愛嘅，包括馮寶寶啦、羅延卿麥炳榮，佢主演呢部經典嘅粵語片《夜光杯》。哇！睇見羅延卿好靚啊！一個杯仙姐姐就同馮寶寶細個已經好識做戲噶啦嘛，咁兩個嘅合拍下，仲有麥炳榮做男主角嘅，而女主角咧就係羅延卿啦，分飾兩個角色嘅，而馮寶寶咧哇又可愛又好得意又好精湛嘅演技咁。而家咧就好興啲女團男團咁樣，咁當年咧就都係啲藝人明星可以結拜咁樣，就即係大家團結喺個影圈度。咁羅延卿咧就係白牡丹之一嘅，當時嘅白牡丹咧有羅延卿、鄧碧雲、鳳凰女余麗珍、吳君麗、于素秋、南紅、林鳳，哇，合稱為白牡丹咁羅延卿係銀牡丹佢哋以顏色咧係分做呢個白牡丹。咁羅延卿拍嘅電影咧真係好多。我哋睇見羅延卿嘅電影咧，有啲咩嘅電影咧？好多係其實羅延卿初開始拍電影嘅時候，大概係1948年，佢有一部電影叫做《五鼠鬧東京》，哇，已經係拍武俠片噶啦。咁咧，羅延卿咧其實好多時都同紅線女馬師曾新馬師曾羅劍郎、何非凡、麥炳榮、任劍輝咁合作。我哋睇見羅延卿近呢幾年係回港係居住啦，我哋見到羅延卿好支持粵劇嘅。哇！呢幅相咧就會令到我哋諗起夜光杯因為就係呢兩位嘅主角人物就羅延卿同埋馮寶寶。哇！眨下眼，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夜光杯嘅杯仙姐姐同埋呢個小朋友喺戲中嘅小朋友咧，哇，已經成為咁著名嘅藝人啦，咁著名嘅明星啦。咁我哋見到羅延卿咧就影圈嗰度有好多朋友
咁啊，文雪兒咧最近將佢哋嘅相咧就放咗喺社交平台嗰度，因為羅艷卿咧96歲啊，大家咧就慶祝羅艷卿嘅生日。哇！睇下呢幅，我哋見到左嘅前排就係羅艷卿啦。咁其實咧，阿羅艷卿咧就拍過好多部嘅電影啊，300幾部電影吓。咁佢拍過嘅電影啊，你哋有睇過邊啲電影咧？羅艷卿咧有拍過《梟雄虎將美人威》、《夢斷香消40年》。哇！我哋發覺咧好文雅嘅嗰啲戲電影啊，或者戲嗰啲粵劇啊，同埋電影嗰啲戲名啊，好有意思啊！仲有箭上胭脂弓上粉，雙龍丹鳳霸王刀，蓋世雙雄，仲有燕歸人未歸，萬麗君，樊梨花啊！有冇睇過十兄弟咧？你哋我以前好耐嗰陣時候喺粵場片嗰陣時候睇過十兄弟，好好睇噶噃。咁啊，羅艷卿仲有呢個玄宮驗史啊，當然一定會睇夜光貝啦。咁成300幾部嘅電影啊，咁啊羅艷卿啊真係佢嗰個美譽啊，美艷親王啊，真係當之無愧。咁羅艷卿其實都有好多其他嘅電影嘅，仲有啊《飛夢奇緣》係同任劍輝拍嘅，好睇嘅。咁啊仲有羅艷卿嘅《代代柳文殘》，仲有羅艷卿嘅《西河會妻》狄青。咁啊羅艷卿喺1978年嗰陣時候咧，就喺麗的電視咧拍過《追逐》。咁亦都係後期咧，就係喺佳藝電視係拍過《名流情史》啊。咁啊喺1990年嘅中期咧，羅艷卿咧就係闊別舞台啊，同埋息影啦。羅艷卿咧就其後移居美國三藩市。咁近年咧就係回港定居啦。我哋睇見羅艷卿係好支持粵劇嘅，亦都喺影圈咧同埋呢個粵劇界咧都有好多嘅朋友啊、知己啊。我哋可以見到嘅咧就係羅艷卿啦，坐喺度嗰位啦，就係見到有南紅啊呢啲非常之著名嘅粵劇紅星啊。咁羅艷卿喺粵語片、粵劇、武打片、時裝片、古裝片等等嘅貢獻都係有非常之輝煌嘅傑作噶。咁羅艷卿現年已經96歲啦。咁我哋咧都覺得羅艷卿對呢個影壇同埋粵劇界咧個貢獻良多。我哋感謝羅艷卿卿姐喺呢個粵語片同埋啲粵劇方面咧作出咁大嘅貢獻，令到我哋咧好多時咧可以係抄翻啲舊戲或者舊片嚟睇咧，係欣賞到羅艷卿精湛嘅演技。好啦，我哋今日講嘅係咁多，歡迎大家將你嘅意見寫喺 comment 嗰度。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點讚、留言、訂閱同埋分享我嘅影片。多謝各位，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